在新加坡嚟講啊，有20-30萬嘅人口。新加坡嘅居民嚟講有一個特色，所以講有印度人、華人同嘅馬來人。當時2017年起開放新加坡，開咗劇組無路步，就專門嘅走路。我哋就參加會參加客家人嘛，當然咧參加客家嘅團體，睇下聯絡感情，同時咧會我哋發揚我哋客家嘅精神，不忘景同埋贏。亞洲四小龍之一嘅新加坡，位置在馬來半島嘅南邊，控制馬六甲海峽，係歐亞必經之地。時年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成為新加坡共和國。呢2年來，新加坡政府致力於將新加坡建設為亞洲嘅觀光、商務和金融中心。值得一提嘅係呢個城市國家300萬人口，雖然社會族群結構不差，但係其中有70%以上係華人。在新加坡嚟講，華人主要係集中市區地區。不過新加坡嘅居民嚟講有一個特色。所以講，有印度人、華人同嘅馬來人，就係番人啦，講番人。佢都係有特別嘅氣，好像馬來人就出雅人氣，印度人咧就出印度氣，小印度。所以都係番人氣地方咧，客家人嚟講，就係主要係集中都條福建人嘅地方。這條街就客人，搞到下幾隻厝，幾隻做生意。還有一條多馬來街，就番人嘅街。客人好多下幾隻做生意，幾隻基礎。所以客家人在新加坡嚟講有20-30萬嘅人口。根據統計，新加坡總居住人口其中77.3%係華人，14.1%係馬來人，7.3%係印度人，1.3%係其他種族。政府透過制度設計安排，維繫族群間嘅和諧平等。當然，新加坡多族群嘅特色也反映在民眾嘅語言蛋糕。為了統一和普遍通用，英文係新加坡主要嘅官方語言。新加坡嘅整個環境嚟講因為往返係出現啲英國人管治嘅地方，而且咧，新加坡咧從一個馬來亞最南部嘅小島，所以佢四周圍嘅國家都係一個非洲國家、馬來人嘅國家，所以呢一方面對新加坡嘅生存嚟講有一個困難。
所以政府就建立一个按照啥一生存嘅政策，就文化嘅语文嘅政策，所以就决定讲用英文为主，母语为辅。慢慢讲咧，英文系全世界嘅语文，所以按那生存咧，一全世界嘅地区能够有更好嘅交往联系。新加坡嘅英文係 Singapore， 意思係史嘅上，因為史嘅馬來語係 Singa， 都市嘅馬來語係 Pro， 也就係大家促成新加坡為史上嘅由來。設立在新加坡學嘅學校，一個高白公差嘅拍攝嘅吳美師，就在台灣嘅一個緬懷儀禮。呢個學校對於方言係有一種特殊嘅意義。因為百多年前唔少嘅方言到南洋嚟打工，一批批搬運到新加坡，就係在學校嘅碼頭定安嘅。特別係東南沿海嘅客家人，相當嘅勤快而耐苦嘅特別，在當時紛紛搬出名冊嘅工條款上。雖然民族化嘅進程，方言也相當嘅要出頭，立志創業。佢哋嘅後代在新加坡也有嚟出現。呢段歷史，尤其對於客家後生嚟講，更係深刻。客家人咧來了嘅新加坡嘅前線咧，所以特嘅下華人咧，南來嘅前線差唔多，係，就係因為國內中國嘅下嘅軍事方言嘅關係，係咪？人民受苦戰爭各方面，真南來係。接下來嘅時候咧，當然係苦啦。好像譬如嚟講係有個前輩係，佢就係賣豬仔來新加坡嘅，所以賣豬仔就係接下人好強啦。佢就係出中國三條一帶咧，就係會大家一下操嘅船咁樣南來啊，就相當苦嘅啦。來到呢就會安排人哋工作，俾人哋做過樣。這個世界嘅華工本畢業生做得青菜字嘅滋味，可見得當時在新加坡嘅客家人係在嘅廉價、勞動艱苦、無受尊重嘅環境之下生存嘅。所以賣飯哦，點解說賣豬仔咯？賣豬仔嘅下面就記得要幾片要人家包嘅咯，就包幾多人過來，就一船過來。嚟了都是從事呢個勞動嘅工作。本當做係主委嚟賣嘅方言，地喺新加坡之後運送到主委官地嗰度去，就係人口販賣嘅交易站。唔過呢一刻既然都市改建，看唔到原來嘅樣嘅咧。豬仔館就改變啦，豬仔館咯，而家就改裝嚟啦，原來嘅面貌就改變啦，現在而家就成立一個就係到牛叉水嘅研貿館，你就最低的 Q 幣嘅牛叉水出嚟嘅地方面啊，而家新發嘅有乜樣情形，而內部嘅情況有個怎樣情況？呢條新加坡嘅唐人街要按做係牛叉水，係當初方言嘅棲息地。呢一刻既然變成了購物、老品嘗美食嘅聖地。再加上政府有心保存具有歷史價值嘅建築物，包裝成旅遊觀光點，因此中式嘅建築直接嘅吸引外國觀光客來翕相留念。總之做埋很多嘅牛車水啊，因為而家咁講啊，呢個物嘅立皮附近最超賣，啲人出嚟平啊，我拿水啊，或者用牛叉嘅水啊，所以用牛叉水嘅咁，而家企入邊那邊嘅一個集中嘅地方係咩？冇話冇水嘅嘛，我嘅追水當然係會補水，本有嘅當年客家人移民冒險渡海來到新加坡，面對重重嘅艱苦和無奈，後代由非官嘅組織做得嚟做依靠。透過客屬嘅同意，多方面嘅協助。
在嘅下面就係下來嘅啦，一大堆發現下來，來到了位增潮工作啊，所以嘅下之所以要有呢個會館呢，就係因為嘅下呢好多發現來到了位冇工作做冇地方住冇職業，所以嘅下呢就要成立呢個會館，所以嘅下會館嘅作用係相當大，就係照顧來了位嘅發現嘅生活。你嘅前工作不記得按期嘅，所以嘅下就有呢種會館嘅成立。早在1923年，當時新加坡嘅客數求生，因為客數移民來嘅越來越多，散布嘅機會越來越廣，有必要成立大團體嘅組織。進一步團結聯絡客家情感，發起收拾當時幾件純粹嘅客屬大鄉。南洋客屬總會在4年1929年正式嘅成立。呢時嘅客家人出來團結自立，談創辦學校、興建醫院，在新加坡發光發熱。當時成立呢個南洋客屬總會嘅目的，就係把全嘅南洋傳道喺客家人團結起來，而冇得種嘅就係說散沙一派。因為嘅下嘅精神環境唔同，各地嘅客家人一號山係咪？要對一號橋係咪？要對一係受到當地嘅人嘅欺負係有啦，你冇所以父先生佢可能要有人見因為你嘅南洋要睇嘅客家人應該係有一種連接力，有一種聯繫各地方嘅客家人有乜嘅事情嘅，所以互相照顧、互相協力，係一個種子。會館嘅成立對於新加坡嘅客家人有時代性嘅意義。我哋客家人當然係客家嘅團體，大家聯絡感情。同時咧，會嗌到發揚嗌到客家嘅精神，不忘敬同埋嘢。新加坡係海外客屬華僑社群相當活躍嘅地區，客家人向前行，客家、族籍新加坡，向下來看，佢哋樣板發揚客家文化，認同客家。進一步了解新加坡嘅客家文化。第二年，客家人向前行節目嘅製作小組來到新加坡最大嘅客家會館嘅總部南洋客屬總會。13年馬介東莫嘅來到嚟新加坡打拼嘅客家人，一開始做成係從事勞動嘅工作，偏外國人來炒勞賣命，做廉價勞工。而且到20世紀初，華人流入時期，難謀出路。終於客家族群很適合樂觀、唔嚴肅嘅個性，在各個領域慢慢嘅發揮嘅作用。呢群客家人也發現，團結係第一件要做嘅事情，因為團結力量大。到客家人就由中原南遷到中國南部，然後就移到南洋來到呢個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南洋各地啦。喺講參加社團，客家人都參加客家公會，福建人佢要叫佢組織，廣府人要廣府人嘅組織，每隻縣又要每隻縣嘅商會。最先成立呢，就係講商會上，亞洲廣視人、老高招人、廉招人呢，就成立呢個三和會館，到今啊229年紀念啦。然後在呢隻時期，胡文虎啊、湯湘廉嗰條發起南洋客屬總會，就把呢嘅南洋客屬總會
团结起来。佢下數咗我喊咗南洋咧，係因為佢下胡文虎先生啦，即係 Andy 嘅教授總會嘅創辦人之一啦。其中因為客家人應該南洋一帶應該團結起來，係咪？所以佢下咧，佢就要支持嘅賴志士先生，還有其他人咧，到南洋各地去行走，聯絡南洋各地嘅客家嘅團體。包括你嘅馬來亞嘅很多馬來亞啦，馬來亞、緬甸還有馬來你嘅印尼一帶嘅客家團體聯合起來，就係全部團結出嚟嘅南洋客屬總會嘅旗幟之下。客屬總會成立在1929年，並且客家先賢嘅位置，為南洋同屬嘅福利建設做奉獻。兩年嘅客家人無分貴族、大鋪或者係外縣，組成嚟叫參加，互相交流，分享客家文化嘅傳統老現代，或者係教文成法、雙重蛋糕嘅心得。一個冇參加客屬總會來就變咗散晒一盤，嗌要嗌個會館要一會館，大家都唔認識。既然要能夠做這個總會啦，嗌到咗客家人全新加坡，連埋馬來西亞各地，就大家交多啲朋友。認識多啲人，在商業方面或者要得其他發展認識多啲朋友，識多啲，同鄉識多啲，係對於自家嘅事業有幫助冇幫助一兩一回事，仲係朋友交多啲目的就係咁。南洋客屬總會成立之後，胡文虎係第一任嘅會長，就係當有名嘅虎豹萬金油嘅頭家。胡文虎和胡文豹兩兄弟嘅，做嚟講係南洋客家人哋輩度非常有名嘅企業家。胡文虎先生嘅成功，其實和客家人嘅創業精神非常有關係。佢在事業當過用年，做前係前係以客家人為主。伊倆也印證了客屬社團嘅商業重要接觸地點，和聯絡網絡。一旦賺錢就回饋會館，大家群策群力。或者就排便好像那個就是以前當年這60年的捐款，60年所有嘅捐錢嘅人嘅方面列落去，錢多嘅就上面有就5000，就4萬，有就3萬，4萬、3萬、5000。當初出面政府將教育、和社會福利等事業交本移民自家處理，故所有嚟客屬社團呢一種組織產生。喺呢幾年，雖然新加坡國家主權嘅土地，依度客家會館嘅功能本政府來取代。不過，共同嘅母語、共同嘅語言、共同嘅文化，係呢層層嘅聯繫定新加坡客家嘅主權。呢隻會館，而家係永久性嘅，薪火相傳嘅。如果擔心，當然有啲擔心唔來。我就見到目前客家人在新加坡，就希望講把呢個客家母語保留起來。係講以後發展落去，我都客眾也要青年團，要歌詠隊。也要康劇團，也要體育股，要文化股，乜嘢都要。就希望推動我哋嘅責任，今年我都70幾歲咯，我哋以後嘅事情就慢慢，目前我哋都係想辦法，即係講希望能夠就下一胎多啲連接下接下嚟講因為過了一段時間啦，客家人咧家庭基本上安定落來啦，生活開始做落嚟接下嚟講19年，接下嚟佢咧前啲兩年客屬總會之後咧，接下嘅客家人咧，即因為要嘅客家人要嘅文化、嘅藝術、嘅小劇嘅必要，所以就喺一刻同時間就成立嚟嘅娛樂部就開劇啦，就教你嘅開樂。
即平時得閒啊，大家就積極開始準備來線呢個，同埋呢個做呢個換腳，這樣係啲換腳我因為環境的變遷呢，歷史的改變呢，各方面呢，變成年輕一輩呢，就會模仿啲換腳變成佢哋見下就會呢個換腳嘅真正的表演呢就冇啦，就單單留落呢個換腳台，即係搞呢個來線，搞呢個音樂即係。在新加坡，客家人仍然做得透過樂曲尋到情感嘅慰藉。雖然換腳隨着時代嘅演變，慢慢嘅沒落消失，冇辦法繼續嘅傳承，但係南洋客屬總會仍然有心將換樂演奏俾下一代嘅客家人聽到，否則就枉費了前批土海來異鄉，又將呢客家換跳音樂繼續在新加坡發揚嘅名義。換樂係一種古老而又具有獨特藝術風格嘅民間樂種。我哋所主要成立嘅換劇團咧，就係可以保留呢啲客屬嘅文化。因為新加坡咧除了客屬要做之外咧，其他團體呢方面咧就較冇做。關於新加坡換劇嘅故事老列克，客家人向前行，客家就講新加坡，下一團繼續另介紹。在海外，客家人嘅酒家遍佈世界各地，當然也匹配學習各地嘅優勢語言和國家主流文化，以實現本地嘅社會環境以及有利嘅生存條件。在新加坡，雖然換劇嘅嘅沒落，客家人仍然喜愛珍貴嘅文化換樂。我哋所主要成立嘅換劇團咧，就係可以保留呢啲客屬嘅文化。因為新加坡咧除了客屬要做之外咧，其他團體呢方面咧就較冇做，所以呢個團體呢個工作咧就用外頭上來去推行。咁呢個橋牌係由盧樂鋪嘅，因為盧樂鋪都是係年紀大嘅人，較大嘅人。後生嘅人咧就唔有創意，唔有嘢，所以而家就解散了。最近咧將改回嘅換劇團，換劇團咧就係基本咧就要發樂團嘅地過來嘅啦。然後我哋喺師資咧就要橋牌嘅嗰啲顧問導師過嚟教嘅。換劇係在某個時節傳入新加坡嘅，係冇辦法可言。至於換樂自己就係換跳音樂，源自於古代中原地區嘅民間音樂。雖然客家人嘅南片同當地嘅音樂融合，演化成具有地方特色嘅樂種。正因為換樂典雅優美、古樸大方嘅演奏風格，使得南洋客屬總會以樂譜嘅成員，即使家庭生活、工作生涯再無限，就似愛出汗來共下來做練習。換樂團全年有大約有20-30嘅，對全部都係自學嘅。比較有經驗啲嘅仲係3個人啦，就係我本身係當表奏先嘅莊連奏先生，직접換過換樂嘅，其他咧只係希望係搞呢個。沒有，
平常都会迟一点，哦，因为他工作，还有等一下再好好做一次吧。好，是的，我们是现在是这边花也没有，我，这个是我干。一遍就好了哈。好了。根據指頭先生嘅形容，大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漢劇在新加坡係大放光彩嘅。有啲團隊甚至都係關留嚟漢劇和漢樂嘅創片，只可惜呢下嘅人老頭牌冇重用嚟。當時在50年代之後咧，50年代時咧，新加坡嘅考中會嘅漢劇漢樂，在新加坡咧東南亞嚟講咧，呢天嘅地位相當蓬勃，同時咧影響到好大嘅地區。但是當時所中國音樂唔係潮州音樂，就漢劇、拍子戲、廣東太戲，有冇話其他嘅漢樂嘅特殊嘅樂種，即客家人嘅一種特有嘅民間嘅音樂及戲劇。當時我哋有機會學起來咧，就係我嘅一個當時嘅印象。到70年代，因為時代嘅變化，經濟嘅變化、軍事嘅變化，地方音樂啊，逐漸啊就做下坡。到80年代啦，考中會嘅儒樂鋪啊，即係回歸個儒樂鋪咧，因為老人家老了，高四老嘅唔係統嘅。做目前呢冇一樣嘅嘢。還有我打鹽城的地方就是那個不要古鎮燒出來的，你看這個你看燒的鹽跟它當一拍就好了啦。如果你看那個第4行，嘞叫你們自己注意。地方音樂同普通音樂應該也唔一樣。最後假設學漢樂必須是用公尺譜、老譜學起，然後逐漸轉為簡譜，即是現代譜這個方法。同時見到漢樂嚟講啦，有做出嘅氣象，完全民族化咧，聽人也好難接受。其實我呢個想法，將傳統嘅東西拿起來改良為合奏式嘅。分奏式嘅比較藝術化嘅藝術加工，向社會介紹，希望能夠向唔係客人，其他世人對漢樂產生好感、產生學習，從中帶通幾多人從呢個古樂開始，呢係我以後嘅做法。而家事情係出太會講過之後咧，得到考中會嘅很多人嘅同事認為應該教我嘅，呢個路就好長慢慢行。南洋之音面對漢劇、老漢樂，客屬總會希望能夠重新挽救兩項表演藝術，故所今年發動團員學習，延續文化之美。重新把漢樂搞起來啦，我覺得是否有意義啦？我以前老先生所教本來嘅東西啊，竟然唔嚟發揚咧，唔嚟提倡嚟講能夠好，可是講對唔出幾多人啦。就今年開始就發動團員重新學習漢樂。我哋之前係華樂團，係合奏式嘅，你地方樂曲嚟講咧就好少，因為重新拿起來。再慢慢地發展，搞個以前這個樂器來貢獻我們社會。客家在歷史當中經過幾百個大競賽，源遠流長。客家演舞亦係分布世界5大洲。喺新加坡來講，客家人嘅主角踏遍了異鄉，
但係心懷客家嘅基點，仲係強烈嘅想要保存自家嘅文化。也因為有心，相信傳承嘅希望永遠唔會斷絕。除了客屬準備，在煙火會館地度，同樣也令節目小組見識到新加坡嘅客家人係樣板將文化承傳起後嘅。新加坡煙火會館歷史最悠久，係唯一在中央會館當中被國家古蹟保留局保留為古蹟嘅一個地方。依個成立到今已經有180年歷史嘅會館，都帶有內條客家文化嘅寶石。客家人向前行，客家就着新加坡。下一團有請你到煙火會館去尋寶。新加坡雖然係個島國，係個城市國家，但係嚴重嘅複雜，再加上不同種族嘅氣息變點，揭發出不同民族嘅風土民情。從眾多嘅會館地度，亦係不難發現到華人在新加坡嘅影響力。成立於新年1822年嘅煙火會館，係唯一本新加坡國家嘅古蹟保存局列為古蹟嘅，而且加以保存嘅會館。佢也係唯一打開大門、開放本大眾參觀嘅會館。參觀嘅唔單止係建築嘅外表天天，其中成員大約有1880個戲是有動態，主要係來自梅縣、興寧、五華、周梁、平陽、五煙宿等地嘅客家人。在新加坡中央會館有幾百件當中呢，新加坡煙火會館歷史最悠久，1822年成立，今下就有181年了。最特色嘅一點就係新加坡煙火會館係唯一在中央會館當中被國家古蹟保留局保留為古蹟嘅一個地方。新加坡1820年的時候呢，就係新加坡來福士到了為開埠嘅時候呢，嘉應主年就已經來到新加坡嘅。其實兩個會館嘅前面當時咧不過當時咧主要係為咗同鄉嘅利益，所以支持一個社團照顧佢哋人。在聯絡同鄉嘅感情之餘，客家鄉親還謀求共同嘅福利，陸續買土地置玉山，設立嘉應5屬方片留醫院。會館嘅選址同時也不忘教育嘅重要，在新年1965年嘅時節，創辦嚟新加坡最早嘅學堂應成學校，希望一代一代嘅客家後生能夠功成名就，一心鼓勵會員嘅子女讀書。應成學校嘅創辦呢，主要係在大環境嘅背景影響下，當時因為還在清朝嘅時候，維新運動影響到新加坡有新型嘅教育嘅必要。一個新型嘅教育嘅新學堂，唔同以前嘅清朝時代嘅學堂，
所以新型的學校由新加坡開創嘅時候呢，現前學校在1905年就創辦。該下清朝都行完沒落，民國也行完建立，所以在維新呢呢個大背景嘅情況之下呢，創立了新型嘅學校。在新加坡嚟講，有教數學、教英文、教國文，所以呢個係新型嘅學堂。在新加坡嚟講，應該係首先創辦嘅第一間學校，就係英和美國嘅現新學校。該張嘅相片啊，超張嘅咧。兩張相片已經係在30幾年前咧，1960幾年嗰個年代嘅時候拍嘅。那個現新學校咧，它咧一開始是在唔係學療育班，而係學喺新加坡分成太埔同小埔，喺先學小埔班，後來搬嚟太埔。搬到現新大約是有差唔多30幾年嘅歷史。呢30幾年裏邊咧，也搬過本教就學松梁山，嘅一個分廠嘅位。不過呢個學校咧，就同新加坡嘅其他嘅華文小學一樣嘅命運，因為市區重建，好多家庭都搬出市區。結果學生嘅來源是問題，所以就冇學生。冇學生之後呢，就慢慢就停頓落嚟。雖然新年1969年現新學校結束，英華館仍然係唔驚更新，一直係秉持同族共濟、以和為貴嘅精神，完成其他任務。嘉應5所就係英華會館嘅所有5院嘅人。所以我哋含嘉應5所，5所方片留醫院嘅當時喺1920年創辦嘅時候啊，係為了我哋眾多嘅肺炎同鄉，因為窮困而在病痛嘅時候呢，無人照顧，所以將成立咗方片留醫院。1920年創辦之初，才因為當年遇到世界經濟蕭條，致使到經費。冇辦法再繼續再辦下去，因此在這一年內就關閉，因為經費嘅問題。所以方片留醫院就是照顧我哋同鄉肺炎嘅一種病痛。英華館自從創辦以來，位置一直就淨係設立在7月21日嘅98號，從來冇辦開過。因為安尼，1999年本列為新加坡43座古蹟建築之一。雖然經歷了幾百嘅翻修，一直到今日下還保留等古面。建築物本身係2進3間嘅結構，其中嘅建築藝術亦係令民眾難以忘情欣賞嘅所在。不論係兩家大廈嘅雕花、木雕裝飾、古色古香之中，有現代寓意嘅華麗。1812年成立過後，1844年建館至今，英華會館5天搬遷過，建築物也5天改建過，只有維修，所以佢嘅建築特色款式一直保留到今日100幾年。烏個東岸嘅天井係最大嘅建築特色，平常時係幾項祭祀、老百姓作宴嘅素材，採光十分嘅良好。我頭還早地看到藍藍嘅天空，早地看到現代化嘅建築材料，新老舊建築物交融嘅畫面相當嘅有意思。早期嘅客家人嚟到新加坡，就淨係從事呢條行業呢。英華會館除了歷史資料之外，也透過圖片老文物供給嚟介紹。做皮鞋做洋服、做建築，都係嘉應族人。
後大部分都係做了啲行業。客家人向前行，客家、竹籍、新加坡，下一台繼續到煙火館來回憶客家人早期從事嘅行業。呢係一個做鞋嘅島位，對於早期移民新加坡嘅客家人嚟講，原先係全部靠嚟嘅東西咧。人家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新加坡煙火會館地區度，正擺設定皮鴨、做鞋、做西服以及其他行業嘅工具展覽，當時客家人大病嘅狀況就衝在眼前。所以從事呢啲行業咧，嗰陣時咧假研究員啊，好多都有呢種手藝，所以就做得出來。即係在50年代製作電器家私嘅過程，就是製成品。所以嗰陣時所做出來嘅製成品啊，都係用手工，用一鋪一鋪咁樣去製成到製成。所以就必須要從事一段學徒嘅階段，要年半嘅時間，學徒嘅階段，學滿了以後，將能夠成為一個製作師傅。cái皮鞋店係要客家人嚟做喎，先係要。皮鞋店啊，開鞋店嘅人，各色人都有咯。當然開鞋店嘅嚇，大部分都係客家人做人，所以以前在密頭率去形成去賣鞋嘅街，一條街有幾十間賣鞋嘅店，都係客家人做人開嘅。一個貼片，所以就做鞋嘅工具，最特色嘅就係這個鞋刀啊。特別撐鞋嘅，鞋鉗啊，但係都必須愛嘅磨嘢話做鞋做唔到。本來客家人嘅生活係以勞動工作為主，當時嘅生活情況艱難，大部分嘅客家人在經濟發展地區度幾乎冇 TV。最初移民過來新加坡，大多數嘅家人做人都係從事一條勞力嘅工作。尤其係做田嘅，大多數都係新嚟嘅人。過來南洋嘅時候呢，因為佢哋人熟練一種手藝，所以就採意開創嚟做田嘅，做洋服、做建築，都係家人做人，後大部分都係做呢啲行業。還有好像五華人多數都會做嘅打紗嘅工作，還有打劍、打鐵嘅工作，呢啲大部分都係家人做人。在嗰陣時過來南洋嘅時候呢，佢哋人從事嘅呢條手藝嘅工作。新鮮氣候、穩固自信，在一切造成求新求變嘅新加坡國家，還能夠看到暗器有歷史價值，並且有內統嘅文物整理。客家會館實在冇簡單，因為大環境已經改變，為了生存，客家人必須要融入西方社會嘅文化，再加上新一代嘅客家族群，大部分接受西方嘅教育，客家會館所必須要面臨嘅問題正擺在眼前。呢2年，會館嘅功能唔單止只係為鄉親來謀福利。同時，也要順應時代，求新求變，求新舊之間能夠傳承接軌，千里而為。接唔到也係冇辦法嘅，呢條社會嘅改變環境嘅轉變。而講到新加坡好多啲 pop 啊，啲乜雞啊，啲高爾夫球啊，年輕人接受嘅英文教育，
尤其是佢對於中上觀念，尤其是對於母語嘅觀念，係十分淡薄。這啲係冇辦法，呢啲環境造成嘅。所以講起來啦，你也唔係話啊，乜嘅退步啦，因為時代當然係進步嘅，係咪？啊，所以一種觀念出嚟講，人哋嘅華人團體，包括人哋華人社會，包括人哋客家人嘅自己啦，人哋嘅會館嘅功能呢，去做改變，誒，不能夠照日想樣啊。以前照顧人哋同鄉嘅利益、進入出屬嘅問題，基本上人家而家新加坡已經解決啦，係咪？出冇問題，進入冇問題，大概收入也差唔多，係咪？啊，而家人會館邊嘅主要工作係教人哋文化工作。將你嘅人哋客家人嘅文化傳統發揚光大。新加坡一個小小嘅島國，近兩年係有一種新客越來越多，繼續係來投資設廠嘅台灣客家人。呢個係當地嘅路橋，將佢哋嘅成行做成監督或者十足，係有新嘅希望。也係老一批華僑在新加坡，而新一代以及新加坡嘅台灣客家人卻係大不相同。林英利一位來自於台灣嘅合唱團嘅指導先生，以前曾在星期假日老朋友打兩球嘅台上聯誼共活動，佢哋嘅內心世界又有點馬家樣嘅台灣心客家情呢。下一集客家人向前行節目中，將人共下來分享，並且繼續走訪新加坡嘅茶陽會館。向心山有團長，故鄉啊。